我帶你去一個保留江戶時代歷史風貌嘅地方啦。嗰度有咩傳統小食㗎？有好多超過100年嘅老字號賣傳統小食嘅。咁我哋而家去咯。喺池袋搭車去卡瓦居，半個鐘頭就到啦喎。哇！成條街都有日本古代 feel 喎。呢間龜屋喺江戶時代開嘅，入去睇下咯。哦，有大福、草餅、鷹餅同栗子餅添喎。呢間老字號係賣豆嘅，我中意芝麻味、櫻花味同海苔味。咁買啦。呢間鋪頭賣番薯饅頭喎。小學嗰陣，學校帶我哋嚟過川渝，有滑番薯比賽，我攞到冠軍添啊！哇，すごい！嗰度有間西式嘅建築物嘅，喺大正時代起嘅銀行嚟嘅。日本人以前唔食肉，到咗明治時代先至食。嗰陣時有冇 sukiyaki 食㗎？有，我帶你去嗰間1880年開嘅專門店食啦。咁快啲訂位咯！